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18，提摩太后书4章20节安尼讲：就传道理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就全无依。用百般的宽容、假释来责备、警戒、劝勉。三甲来祈祷，哀怨得时不得时，拢着全无来传道理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圣至荣、全能永在的上帝，你是创始有成终的主宰，你是掌管历史甲万有的君王，主啊！你的话建立伫天，你的旨意存到万代。主啊，愿敬畏你的圣洁，愿尊重你的权能，愿学习你的公义甲慈爱。主啊！愿每一生尊你最大，主啊！当时代黑暗的时，求你互阮正做光；当人的心冷淡的时，求你互阮带出温暖。当真理互人扭曲的时，求你互阮勇敢来宣扬真理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拢着全无依。用百般的宽容、假释来责备、警戒、劝勉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。祝你平安。